開鏡見到湯盈盈喺一間位於廣東嘅安老院嘅戶外空間散步，一名院舍職員陪伴一名男長者散步。鏡頭切換到近鏡，一名男長者同一名坐喺輪椅嘅女長者喺院舍戶外休息。湯盈盈行到佢哋身邊打招呼並講：精神唔錯喎，睇嚟呢間院舍幾啱你哋噃。畫面轉至航拍鏡頭，男長者喺房間陽台伸展筋骨，畫面逐漸拉遠，展示成間院舍嘅外觀。畫面切換至近鏡，並出現熒幕蓋字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。湯盈盈對一名坐喺輪椅嘅女長者講：社會福利署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。畫面轉至院舍內嘅活動房間，一名院舍女職員陪住一名男長者練習書法。再轉到房間內環境，畫面出現熒幕蓋字不同院舍選擇。畫面切換成航拍鏡頭，兩位女長者企喺滿布鮮花嘅陽台欣賞風景。同時畫外嘅湯盈盈講：係俾喺香港輪候緊資助院舍服務嘅老友記。畫面轉至院舍嘅耕種場地，見到一名男長者正在摘取農作物。畫外嘅湯盈盈繼續講：選擇喺廣東安老。畫面轉至院舍嘅魚池，畫面再轉至港珠澳大橋香港段。畫外嘅湯盈盈講：交通咁方便。畫面再轉至香港西九龍站嘅航拍鏡頭。畫面轉至院舍內，見到一名男孩子、一名女士同湯盈盈愉快咁行近，並對院舍內嘅男長者同女長者打招呼。畫外嘅湯盈盈講：屋企人可以隨時嚟探老友記。畫面轉至院舍嘅活動房間內，湯盈盈同兩名長者及佢哋嘅屋企人玩桌上遊戲，相處融洽。畫面轉至院舍房間內，一名女長者拎住兩杯水行向喺陽台嘅一名女長者。畫外嘅湯盈盈講：而且環境舒適。畫面轉至院舍飯堂，湯盈盈同一名男長者及一名女長者正在享用午餐。湯盈盈講出旁白：飲食又好。畫面切換至院舍嘅戶外休憩空間，湯盈盈陪伴啲長者使用伸展身體嘅健身設施。湯盈盈講出旁白：活動又多。畫面切換至護理房間，見到一名院舍職員幫女長者量血壓。畫面切換至另一間護理房間，一名中醫師正在幫一名男長者進行治療同按摩雙腳。畫外嘅湯盈盈講：仲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。最後畫面轉至院舍戶外，湯盈盈同一名男長者和一名坐喺輪椅嘅女長者喺草地上，佢哋對住鏡頭。湯盈盈講出標語，同時畫面上方出現熒幕蓋字灣區安老樂活宜居。畫面下方出現社會福利署標誌。湯盈盈講：灣區安老樂活宜居。